嗱呢個咧就係安秀苑嘅第三拍，咁啊略略地咁啊俾大家睇下啦，好嘛？啊啱啱清潔完，咁啊只要略略地睇就算啦，好冇？咁啊唔點介紹啦，咁啊睇埋主人房，啊好冇嘅？到時清乾淨晒，擺好晒嘢，然後咧佢再拍一個靚啲嘅視頻俾大家。啊，兩房450尺做兩房，咁啊肯定係靚到爆鏡。咁啊，廚房啊，廁所就算唔拆啊，即係就算唔拆廁所廚房，簡簡單單20萬鬆鬆啊，咁搞掂一個一間咁靚咁豪華嘅幸福家園之家，咁啊 O 唔 OK？